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留聲機。今日帶大家嚟到位於西貢嘅萬宜水庫，睇下水庫入邊呢個紀念碑，佢背後嘅故事，同埋對於今日嘅社會可以帶嚟啲咩啟示？點解無啦啦會有呢個石碑呢？原因就係1978年落成嘅萬宜水庫，根據官方公佈，興建嘅過程之中最少有5個工人因為意外死亡。而當時負責興建嘅公司就喺萬宜水庫東壩嘅出口位置立咗呢個石碑，紀念5位喺興建萬宜水庫期間殉職嘅員工，包括3名香港人以及2位外國人。石碑嘅形狀係依照興建萬宜水庫水壩嘅茅營石所建造，用嚟紀念犧牲咗性命嘅工人。經過40幾年後嘅今日，呢個紀念碑亦都成為咗水壩重要嘅地標。不過我哋可以反思嘅係，其實40幾年前香港社會已經有工業安全意識，但去到40幾年後嘅今日，我哋每日都會收到好多工業意外嘅資訊。其實我哋香港社會有冇真正重視工業安全呢？我哋嘅頻道係實地拍攝，鍾意睇嘅就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同埋我哋之前去過天水圍嘅新北江商場，就睇到呢個被投資者尹柏權拖到超多細鋪嘅商場，人流竟然比之前更加旺喎，究竟係咩原因呢？想知更多就撳入去右手邊嘅連結睇下啦。